现在不止超高楼，一些公寓比较低楼层的，假设如果你像场地是安全的话，遇到浓烟关门，然后就地避难，然后打119，消防人员会报你的所在位置，然后让消防员进去把你带出来。从市长上任到现在，总共花费了9亿多，相关的救灾车辆消防车有99辆，相关的救灾车辆达到222辆，明年还有2辆的云梯车会启用，包括明年的总共有7辆的云梯车，在云梯车的采购上就已经花费了2亿多了，所以在这个可以证明说，市长对消防救灾设备的更新、替换方面是非常的照顾，希望这些设备都不要用到，但是在用到的时候能够及时发挥它的作用。它是我们市场任内第一部最高的52米的云梯车市场内总可以汰换了5台云梯车，前面4台的部分都是32公尺的，这是第5台是最高的52公尺的，采用我们瑞典大厂的全新底盘这些安全装置包括 AEB 的自动紧急刹车跟我们车侧的稳定的部分平台负重的话可以到达500公斤出水量可以到3800公升。这台就是更偏向于有电脑辅助控制，在操作的顺畅度之类的，就是比旧的311车还要更快速了。它架梯只不用大概20秒就可以把梯子架好。总共有大概目前是22台无人机然后我们的消防机器人总共有12台，都有搭载相关的我们的热显像仪，可以从空拍监视我们火场的温度，还有我们的消防机器人也是有搭配我们的热显像仪跟我们的无用气体探测器，可以探测我们现场的一些有毒的气体。空拍机的部分，它还有结合我们的 AI 的一些辨识功能，可以辨识我们的除了水域的人像跟我们山域救援的人像，这些都有透过一些 AI 的科技来做结合。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启用云梯展地护家园，卫星火柴天力器。为了因应这个新形态都市的高楼林立，消防设备高空救火或者高楼救火的时候，非常需要更精良的装备。我们特别斥资3650万来购置52米高的云梯车，可以说是目前为止台南市也是最高的云梯车。所以说面对将近16层楼高楼的火警是可以进行灭火的动作，加上它水柱的高度这样上去的话，可能将近20层楼高的这个火灾都可以应付。所以呢，我们还是呼吁市民朋友们要做好消防意识，要用防火的材料，在家中或室内不要放这个易燃的物品。平常在家中烹煮食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用火。有好的装备，有好的训练精良的人员，但是我们希望这个民众要有消防意识，这才是保障自身安全、生命财产安全的最大的保障。在热烈的人赛当中，以基小党社会主体正式迎接居民入厝。市长王伟体除了抽出奖品礼券，也搁送出专属礼物。这个地方是台南的社会住宅公共住宅的一个重要指标之一，这个是很快秒杀的了。那因为有些住户还在看这个良辰吉日。这位伫咧北区甲东区交界核心边啊，就是台南火车站、转运站、新台病院已经坐间学校，生活机能相当完整。去年12月份启动接组，就备受关注，总共收到3103件申请，合计有2944件，每队当中抽出376号，得签比率只有13%。当中10%是婚育户，协助新婚也是有幼儿的家庭，提供优质的居住环境。6月1号就搬进来，
那搬进来之后，就是目前的话，生活上面的隔音，然后还有就是空间感非常好。有没有很惊讶？这个地段，其实我跟台南还没那么熟，但是每个人都跟我说这是帝王。这个建筑物吼，它以目前来讲吼，色彩可能伊的功能是上好的吼。小东社体是台南市府头一座自建社会主体案，伫规划理念导入专联好学习社区的概念，也是未来地产开发的重要处理。地下停车场是委外经营，唔能服务社体住户，也解决周边停车压力。台南新闻社会陈宏报道。扁鱼慢火熬煮的汤头，融合冬菜、芹菜段、葱段、虾米、番茄等食材，再加入猪肉片和各式火锅料，宛如小豪州沙茶卤的精致缩小版。看准一人食与个人锅的市场需求，小豪州推全新品牌懒人包，主打轻松上桌、即时满足的锅物体验。那我们用的模式就是小州的汤头，然后我们还有研发一些我们的潮汕的特殊的料理，像我们的沙茶牛腩包，就是用小州的沙酱去炖的牛腩。那这样子口味是在台湾是我们只有独有的，只有在这边吃得到。招牌料理独门沙茶秘方搭配炖煮软嫩的牛腩，酱香浓郁，完整包覆食材，每一口都能感受到百年传承的沙茶风味。另一道酸菜包以番茄入汤，结合猪肉片与高丽菜，酸香清爽，层次分明，连小朋友都相当喜爱。一大匙的沙茶，加入各式火锅料和肉片，下意面吸干汤汁。这碗沙茶香锅意面大功告成。小豪州也拓展外带市场，创立好功夫汤煮餐，把灵魂沙茶酱延伸至锅烧干拌面，甚至是饭卷等多元餐点，展现品牌跨界经营的新布局。线上点完餐，然后马上就可以拿到餐，非常的方便。价格以单人来说，都蛮合理的，而且口味我个人蛮喜欢的，所以会蛮常回来消费这样。从百年沙茶风味的传承到个人锅物与外带餐饮的创新转型，小豪州持续延伸经典酱香的可能性，也为台南在地美食注入新活力，让传统老味道以更贴近现代生活的方式持续飘香。记者收海豚的报道。端午节快到了，如何应景又能吃粽子吃得更健康呢？卫福部基隆医院副院长蔡义兴、营养室主任张黄瑜以及营养师林玉婷一起召开记者会，将自行研发的健康粽介绍给民众。首先是咸口味、兼顾健康营养又好吃的海味高纤粽，利用低钠的柴鱼五谷饭替代一般的酱油糯米饭，搭配各种健康营养食材，一颗热量只有300大卡，是市售一颗减重600大卡的一半。是海味高纤粽，这个就是我们今年研发的咸粽。那今年的咸粽有什么样的主题呢？第一个，我们这个粽子高纤低脂，并且善用我们的海鲜食材来增添它的香气，就可以减少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酱油膏啊，或是甜辣酱的使用量。那所使用到的食材啊，大家可以看到前面，其实主要的内馅就是包含6种，包含了2种蔬菜，香菇以及竹笋。那3种海鲜呢，都是选择白肉的，像是鲑鱼以及小干贝，还有我们的花枝。那很多人就会提到说，这个粽子它的热量这么低，只有300大卡，并且又有丰富的纤维，还有低饱和脂肪的白肉。那调味上我们又做了什么巧思呢？首先可以看到的是，我们主要是运用到柴鱼还有坚果来提升这个粽子的风味，来进而减少我们这调味料的使用。另外，甜口味的轻盈银耳粽更神更健康，直接用白木耳作为主要食材，热量只有30大卡。这个银耳粽呢，它标榜的是热量低、纤维高、清爽无负担，一颗只有30大卡的热量，并且冰在冰箱里面，冰冰凉凉的，吃起来也非常的消暑。那我们的甜味来源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粽子里面，其实我们当中啊是没有添加砂糖或者是蜂蜜的，我们主要用的都是枸杞天然的甜味下去熬煮。所以这个甜粽吃起来呢，富含的是枸杞天然的甜味，不需要额外的加精制糖调味。那再来，我们当中的白木耳呢，因为膳食纤维还有多糖体的含量都非常的高，不只可以促进我们肠胃道的蠕动，还可以帮我们提升免疫力。
最重要的是，这个粽子完全没有使用到任何的碱粉，或是碱油，或是碱水，大家在制作上会更加的安全，是适合全家人可以一起制作的。林玉婷也提醒大家，端午节吃粽子要把握适量食用、均衡搭配、聪明选择3大原则，才能和家人共享美味和健康。记者吴俊松基隆采访报道。And our winner is Mingchuan Community Development from Taiwan。台湾共生社区照顾模式站上国际舞台。日前，新北市永和区民权社区发展协会在执行长邱秀兰带领20多位爷爷奶奶远赴新加坡参加 Aging Asia 主办的第14届亚太养老创新大奖比赛。在与新加坡、澳洲、日本及韩国等长照强国竞争下，进入了5强提案评比，最后以独创的共生社区世代共融与长者赋权模式，议题获得2026亚太养老创新奖社区照顾类奖项。执行长邱秀兰表示，这次民权社区获奖，不仅凸显台湾社区照顾的成熟度，也让长者角色转变的理念获得国际肯定。是真的很感慨哦，那种到那个舞台上面才知道说上了舞台是多么不容易。那真的是我们这次让不管是美国、印度还有新加坡评委给我们的评价非常的高。那一天真的是上了舞台那种感动的眼泪，当他宣布台湾民权，整个眼泪我都快掉下，可是要撑住，可是很感动。民权社区发展协会表示，高人口密度的永和区建立互助网络，提出3大核心方案，包括爷奶熊宝贝欢乐园培训57名长者成为保姆带动服务，推动孤独处方签由长者关怀邻里，降低孤独感，以及结合长者与精障者共同经营的烘焙社会企业，提升社区经济财务自主性。而在民权社区的共生模式下，让长者服务从被照顾的人转为守护社区的主动创造者，也成为本次评审关注的关键。评审团一致指出，民权社区成功将照顾转化为参与，并建立永续的共生社区支持系统，具备高度复制与扩散潜力。Because you clearly make a ver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eople's lives, and you were able to describe that to us. And the whole point of these awards is that you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lives of older people, and you make aging in your country a better experience, and you do that. Yes. So well done. Taiwan, this is amazing, and you did a fantastic job, and I'm so proud of you, and I want you to come to India and do the same for us in India. The way you were the way you connected, and the way you had empowered the seniors to make their own pastries. Yes. You are empowering them. Yes. You are giving them the opportunity to show what they can do,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Yes, yes. Thank you for seeing that and give us the recognition. Yes, and we were all very clear. You are good. And we all picked you. Okay. So we were so touched by two things. First of all, that you're self-sustaining, that you're able to make money by making the pastries and keep it going. And the other thing that really touched me was the babysitting, and the fact that you were taking care of little babies that were coming from families of domestic violence. Right. And I thought it was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that you're doing that. Okay. So when you were done, all the judges, we looked at each other and we said, "That's the winner." We didn't even there wasn't even a conversation, no discussion. Just like, that's the winner. So we were really proud of you. Oh, thank you. you. It's a wonderful, wonderful program. You're doing great work, and keep doing it, and grow it, make it bigger. 执行长邱秀兰进一步指出，这次获奖是对团队长期投入的肯定，更重要的是证明社区照顾可以有不同的想象。表示民权社区不只是提供服务，而是让长辈重新发现自己的生活价值。另外，这次能顺利参与决赛，也仰赖多方的支持，包括外交部的协助，以及多位学界与民间单位的资源投入，让台湾的社区经验得以被国际看见。对我来讲压力很大哦，主要是我们没有学习可以去问的学长，
那这样对我来讲真的是压力很大。我也谢谢我们林万一老师以及黄佩玲黄老师、黄教授，我们2位的台湾在社福界的2位大佬。这一次的真的是无偿的全力以赴，从 PPT 然后到整个我们在做2个大佬进来协助我们民权社区。那其实对我来讲，我真的压力很大，包括这几天真的睡不好，然后又很担忧，那到底怎么办？然后从一开始募款没有钱，然后到整个社区大家，包括这些独居长者、弱势的长辈，100、200、1000、2000这样累积，然后到了其实几个单位给我一点的钱这样的协助，包括这一次我们外交部的也是鼎力的协助我们民权社区，这都对我来讲我都很感恩哦。执行长邱秀兰也提到，当长者从被照顾的人转变为守护社区的每个人，在社区好好生活，他们成就了社区最强大、最永续的资源。这次获奖的这份荣耀属于新北市永和区民权社区的每一位长辈以及居民，也证明高龄化社会可透过创新模式转化为正向力量，更向国际展示了长者从被动受助转为主动奉献的创新价值。未来将持续推动在地经验与国际交流，提供各城市面对高龄化的参考模式。民权社区赞，就团生活小办法，耶！记者吕其坤、萧世宏，新北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利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响应国际导盲犬日，慧光导盲犬学校暨台湾盲人重建院在新北新庄举行慈心楼动土典礼，打造全世界第一座结合导盲犬培训跟视障者职业训练的复合式基地。慧光导盲犬学校校长，也是台湾盲人重建院的董事长曾翰林介绍新建目标，未来规划大楼设置视障按摩小站、视障音乐咖啡厅跟视障教育博物馆，不仅提供视障者就业机会，也让社会能更了解视障族群，成为以视障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企业大楼，期盼成为国际示范基地，吸引各界交流参访。这是全世界第一栋结合视障者的生活重建、职业训练，还有社区大学，以及最重要的社会企业。社会企业，我们有视障音乐咖啡厅，还有全台最大的按摩院。所以感谢侯市长，我记得您从当副市长开始就帮我们这个在头前庄捷运站有一起开幕一个视障小站。视障者其实台湾有90%是后天的，所以他们最需要复归社会的时候，最需要是一个稳定的工作。那我们这一栋未来也能够提供更多视障者的一个就业机会。那更重要的是说，因为这是全世界第一次尝试，包括导盲犬，包括各项的一个对视障者相关的这个训练还有服务的中心大楼，一定会成为亚洲甚至全世界所有视障界会来参访的视障中心。也再次感谢所有参与的嘉宾，因为有你们的帮忙，我相信视障者在复归的路上一定会走得更顺。当年新北市长侯友宜也特地前来参加，他感谢民间的大爱，市府也长期关注视障者需求，从生活重建到职能培训，都需要更多的资源支持。随着新大楼动工，未来也会协助视障朋友提升社会参与，尤其多数的视障者是后天因素导致，更需要完善的复健与就业机会。市府也将持续提供协助，让更多人能顺利重返社会。把这个地方可以是我们新北市的黄金地段，拿来做公益慈善，这些钱了不起。我们新北市视障朋友8,000人，那比例在全台湾是5.4万，全台湾算占了15%。它其实有90%都是后天造成的，疾病啊、意外、交通事故等等造成的。所以其实他们之前是看得到的，是马上又看不到，他们对他们的心理的挫折，还有对家庭、
顿失一些依靠，尤其有很多长辈，他说有很多是成年人，这个部分怎么让他们重返社会，其实是一个很辛苦的一条路。那增加真的业力肩负起这个责任，我真的很感动。那除了感动之余，我能够在政府的机关能够帮忙的，我一定全力协助。尤其最近又帮我们接了3班的身心障碍的热火说可以跳国都标舞可以跳那个协助的等等都有所以我都非常的谢谢。大家一起共同努力，让新北市的盲人以及我们身心障碍，希望大家都做公益慈善的，大家好好的努力，让新北市更祥和、更美好。谢谢大家。随着大楼动工，未来不仅可强化视障者职能培力，也有助于提升社会对相关议题的理解跟支持。透过政府与民间携手推动，打造更友善视障者的环境，让视障族群在生活、就业及社会参与上获得更多的支持与机会，迈向更具包容性的城市发展。记者林婷新北报道。2200位选手齐聚外木山，依照主办单位的规划，陆续下海，在海上形成长长的人龙。天公作美2026外木山4000公尺长泳周日热闹展开。比赛前，市长谢国良先在场内和来自全国13个县市303个队伍的选手们加油打气，也受到热情回应，要求合影留念，更喊着“市长加油”。市长，今年参赛者年纪最高91岁，最小10岁。市长谢国良欢迎大家到基隆外木山参加特有的海泳比赛，享受山海风光，也祝福大家拿到好成绩。诚挚欢迎来自全国各县市的勇者莅临基隆，感谢所有到场支持、加油打气的贵宾跟市民朋友，共同见证这一场热情与活力的海洋盛会。外木山长泳是本市非常具代表性的年度运动活动，也是台湾少数具特色的游泳赛事活动。我们在这一次呢，不仅我们曾获得体育署委由体育总会办理10大魅力水域票选活动的第1名，也是全台唯一采取下水跟上岸地点不同，也就是我们从外木山下水，从这个大武仑沙滩上岸。今天的活动盛况空前，一共来自于13个县市303个队伍，2200个泳友热情参与。年纪最长的有91岁，年纪最轻的呢则是10岁。所以是不是我们掌声给自己鼓励一下，希望获得最良好的成绩。谢国良也向选手们强调，基隆市已经成为交通安全的城市，大家到基隆来可以安心放心。基隆市在我们共同努力之下，也成为一个交通安全的城市。我们去年跟全台湾所有县市相比，一般的交通事故我们是全台湾第1名，行人交通事故我们是全台湾第2名。今年1到5月，我们2个都是第1名，目的就是希望外地的朋友来，本市的居民居住都有一个良好、安心、放心的交通安全环境。包括议长童子伟以及立委林佩祥也都指派秘书前来致意。前基隆市议会议长宋伟立、郭美秀、秦真以及曾纪言4位市议员，以及各区的区长和立委邱慧茹、中山区服务处主任吕承佑等人，也都到场为选手们加油。市议员施伟正则是和家人朋友亲自下海参加长泳比赛。记者吴俊松基隆采访报道。中立高商全新的智慧金融与商务科技教育中心，磅礴来到小型的现代化科技商场。具备优良商管传统的中立高商，面对数位经济快速发展，桃园市府与校方进一步合作，针对未来商业趋势，规划了3大实作场域。因为中立高商大家都知道是我们桃园市呢这个历史最悠久的这个商业职业学校。
那过去呢有非常这个悠久的历史也有非常多的这个杰出校友，也跟我们的这个学校还有我们致理科大的陈校长一起讨论未来在教育局的协助之下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中立高商的这个教育然后让同学们可以有一个实务参与的机会，也希望未来这个教育中心这个希望我们这个全国的这个年轻学子们如果你对做生意、对于商业这个服务有兴趣的话，非常欢迎您到我们中立高商来报名来参与我们整个的学程。过去的商管教育多半着重在课堂上的理论教授，但现在透过这个实作教育中心，学生可以在虚拟商场中直接组队做生意，从最基本的服务态度、仓储管理、会计记账，一路到运用最新的科技与行销手段来提升业绩，完整体验商业运作流程。不仅如此，校方也积极向下扎根，未来将结合课程、示范与体验活动，邀请桃园市的国中端学生进校体验，作为适性探索的重要一环。所以在3大中心当中，我们目前的都有相关的规划，特别针对高中还有国中端的学生，因为国中端的他的适性探索、职涯试探，我们也都会邀请邻近的国中端学生进到我们的学校来做这一商场教育模式的体验。未来也在计划我们的致理科大，还有我们的大学端我们这个元智跟长庚这边的大学端的专业的这个商业类的这个技能能够引进到我们的高中端，让我们的孩子在未来有非常好的实务的实作能力。这座中心的诞生，不仅有市府与教育局的资金挹注，更找来有深厚经验的致理科技大学团队协助。致理科大这次合作，将大学端的专业资源向下延伸到高中端。另外，中心也将呼应市府的双语政策，把职场英文深度融入各项情境实作中，模拟外语接待与跨文化沟通。这3年来，我们真的很高兴有机会能够参与，不管是软体的以及各方面的那个硬体的这些一个建设。今天的诞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我们有参加的感觉。另外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能力能够做呢？因为我们学校在多年前有教育部给了3000万做那个智慧金融的实际场域的设备的一个整建，后来我们做的还不错，给了3000万之后，教育部又主动又给我们2000万，所以5000万的经费来做这个，我们就有经验。有了经验之后呢，我觉得科大也好，高职也好，跟普大、跟普高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实作，就是实作。因为中立高商好，治理就会好。因为很多高商是中立高商的毕业的校友都在这里，而且都有非常非常好的表现。将金融与科技紧密结合，桃园市府期望透过跨校交流机制与持续的教师专业培训，建立符合产业需求的教学模式，让技职体系的孩子不再只是纸上谈兵，而是提早接轨国际，成为推动未来城市商务发展的顶尖战力。记者李承浩，桃园采访报道。同样的事一直重复做，身体会产生记忆，成为习惯哦。我也爬快不去耶。林先生，因为你的右手受到机器重压，状况比较严重，为了你没有办法完全复原。先生您好，我是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
因为我们有收到您的职灾通报，所以来了解一下有什么政府可以协助的部分。李先生啊，就让我们团队一起继续协助吧。那后续的职能复健服务应该会对他的复工很有帮助。我不看路啊！我知道你不想假装没看见，我知道你担心自己的力量太小，但你知道那是不对的。